大家好，歡迎嚟到雲道遇機視角，咁啊又講下啲敏感嘅問題啦，咁啊即係由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嘅中年好聲音歌手啦，已經即係經過即係呢3-4年嚟講啊，大家都好熟悉嘅，佢哋嘅出歌嘅數量咧即係受歡迎嘅程度啦，咁啊即係廣大嘅歌迷都一清二楚噶啦，咁啊我今期講下即係中聲歌手出新歌大賽咧，咁啊即係大家都睇到啊大細超啦咁啊即係高層嘅決定咧，還是歌手係有手段咧？咁啊即係咩手段啊？手段包括埋背景啦，即係人脈啦，係嘛，同埋嘅即係擦鞋啦呢種即係方式咧，即係大家就可以自我分析啊。咁啊，我講下我自己嘅見解啦，係咪嗱？咁同第一屆基本上都係攞咗着數，叫做咧食咗頭啖湯先啦。第一屆就咁個個都即係入咗前10名，基本上都係簽咗一個即係歌手嘅合約。咁啊，歌手合約咧就基本上都係屬於叫做俗語話齋親生仔女，所以佢哋啲工作量咧基本上個個都有分唔上下嘅，唔係冇嘅。咁啊，即係大家都睇到噶啦。但係出新歌嘅話咧，咁啊，即係基本上咧就係力捧即係嗰1-2個就個出新歌嗰個即係密度即係同埋嗰個見光率咧就比較多啲嘅。咁啊，即係周吉佩啦，基本上佢係冠軍頭銜梗係佢係即係主打佢啦。咁啊，即係佢就出新歌啦，已經出咗好多隻噶啦。咁啊，即係又唔講得。佢係話大細超嘅，佢始終係冠軍啊嘛，咁即係捧佢啦，咁係咪啊？嗱，咁即係響第一屆嚟講應該佢咧就叫做 No.1 啦，係咪啊？嗱，咁即係都係按照佢初嗰時嗰個合約咧受歡迎嘅程度咧，咁即係大家都睇到佢而家仲係出緊新歌吓。其他嗰啲咧有啲即係試過啦，出過新歌啦，但係咧就唔係好受歡迎咧，咁就冇辦法啦。咁即係始終都係睇市場嘅反應噶嘛。咁所以咧就其他有啲咧就出新歌就比較少啲啦。所以始終咧，即係你第一二首如果唔係好受歡迎嘅話咧，咁即係公司都未必即係繼續幫你即係出噶啦。你點樣用咩手段用咩即係錢財咁都，除非你自己即係出錢自己搞咯，係咪嗱？如果公司應該就唔會繼續搞落去噶啦，係嘛？最多咧幫你揾多啲工作做咯，就係咁咯，係嘛？嗱，安排多啲出鏡嘅機會咯。咁又講到第二屆啦，咁即係大家都睇到啦，基本上咧就都算比較少嘅，個個都咁冠軍古卓文咧，咁而家都係出咗2首，咁第3首先嚟緊嘅話咧。咁同譚輝智嗰個數量都相差無幾嘅喎，咁就係始終佢結束之後都係公司就大台又捧譚輝智啦，咁但係都唔係話捧得咁長久嘅咩原因？因為始終都係佢啲歌腔即係咩即係嗰個叫做咩風格係咪啊？嗱，咁就唔係好啱時下嘅年青人咁嘅，應該咁所以佢因為唱都係80-90年代嗰種風格，就譚輝智就 very good 咁就但係都俾佢機會嘗試下，但係都唔得啦。雖然佢話有一首歌話個點擊率話100幾200萬咁滯係咪啊？但係嗰首歌簡直都，你問下啲廣大嘅歌迷記唔記得咧？留唔留意到咧？係咪呢啲係咪即係有啲手段咁樣整出嚟嘅咧？咁大家啦自我判斷分析啦。咁即係古卓文有3首歌都算係咁啦，響中意嚟講都算係屬於即係正常啦。中意因為其他嗰啲更加少啲歌添有啲仲
因為唔知係咪即係中二開始咧，咁啊大台就唔簽歌手合約嘅原因，所以冇嗰種責任喺度啦。咁啊，即係放任啊，即係啊睇下你自己啊進唔進取咯，係嘛？即係識唔識即係玩嘢，即係耍下啲手段啦，係咪啊嗱？啊講明手段咧，就講得就好似好難聽，但係咧啊包含咗好多樣嘢嘅。我頭先都講過啦，咁啊即係啊睇下你自己即係。啊，肯唔肯啊？即係進取咯，咁啊，即係進取咩？梗係進取啲高層入邊個心啊，係咪啊？吓，最緊要係嘛？加上你個背景有翻咁上下勁嘅啊，有啊叫做人脈有錢嘅，咁啊，你咪出新歌咪啊多啲俾你出咯，係嘛？咁啊，第三屆啦，哇，第三屆啊犀利咯，咁啊，即係啊即係結束比賽之後咧，就密麻個個都出新歌噶啦，基本上咁啊，即係啊最勁咧就梗係即係啊，反而咧就話啊亞軍啊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即係人哋啊有人脈啊嘛有手段啊嘛，咁啊所以咪即係氹得噶，即係啊高層嘅歡心啦，係嘛嗱，又話聽講啊有啲啊。契爺契媽搭晒路啊，咁啊搭晒橋啊，咁啊或者所以咧就嗰個出歌率啊，即係比中二中一嗰啲仲快脆仲多啲嘅咁啊嚇，咁啊所以我認為咧就基本上頭先都講過噶啦，咁啊即係最緊要除咗咧即係高層啊，即係嗰個決策啊，最緊要仲係有手段啊嘛，係咪啊嗱？所以咪整出嚟個感覺就俾我哋啲廣大嘅歌迷講話，哇大台做咩有大細超嚟緊啦咁樣咯嚇。咁咧就因為中三咧或者佢咧咁啊即係傳聞啦，咁啊張生就話簽咗7年約，咁啊7年約咁嘅話就好長噶咯，咁啊所以咧就趁而家咁谷一谷佢，咁啊睇下大台咁啊即係搵翻多啲錢，咁啊即係叫佢咧即係落力啲啦，係咪啊嗱咁啊即係。7年唔長噶7年又好長噶，咁啊即係你睇下點睇法咯，係嘛嗱？但係啲歌受唔受歡迎咧，咁啊即係另計噶啦，係嘛嗱？咁啊即係唔知噶嘛，咁啊都麻麻啦，個市場反應都唔係話幾好嘅，咁咁有啲人咁唔係嘛，好多嗰啲咁嘅即係咩榜都有份入圍，或者係有啲仲好高嘅位置喎，有啲嗰啲佢哋自己啲粉絲得閒咁一達到，因為嗰啲榜咧個流動性好大嘅，啱啱撞啱，譬如我組織成班粉絲咁谷行佢即係點激佢咁睇佢嗰個位置高咗，咁即刻 keep 咗個圖，哎呀我偶像又即係呢個禮拜就響乜乜榜就第一位咯，咁但係咧咁即係講完咧之後咧，咁即係隔咗幾個鐘頭，我估計應該嗰個榜又俾人哋就佔咗你第一位噶咯，因為嗰啲咁嘅榜基本上都係流動性好大嘅。所以我歷來都唔好相信呢啲咁嘅榜啊，一般如果係即係一定係有個即係比較好嘅即係公平公正嘅機構咁即係整嗰啲榜咁就比較好啲咯。咁即係特別即係一般佢哋嗰啲 MV 都係放喺 YouTube 嗰個頻道嗰度咧，咁都俾廣大歌迷可入去即係點擊欣賞咧，咁到時咧咁即係YouTube 嘅後台咁知道你嗰首歌係咪咁受歡迎咯？咁即係我就比較相信即係嗰個 YouTube 嗰個本地即係20發燒榜嗰個排名比較公正啲咧，唔係話絕對嘅，始終都有些少水分嘅即係比較嚟講，就算公正啲就係咁啦。咁即係講開啦，即係3屆咧，咁即係出歌最快最多嘅就係即係第3屆唔知係咪即係
第三屆咧係咪受到政府嘅贊助咧，即係豬籠入水咧，咁有筆額外嘅資金，所以咧佢就力谷嘅即係第三屆嘅歌手咧，即係出鏡率又多啦，即係出歌又快啦，係咪啊嗱嚇？所以最緊要有錢啊嘛，有錢啊乜嘢都好辦噶嘛，係咪啊嗱？所以咧咁啊，俾人形成一種嘅感覺就係，第三屆即係得到高層嘅喜歡係咪啦啊？同埋人物就講啊，咁啊即係又係大細超又嚟啦，咁係咪啊嗱？咁啊即係，但係咧按照頭先我講嗰個即係YouTube 發小榜即係20大嗰度咧，咁啊即係我以前都講噶，咁啊重複再講多次啦，即係曾經咧即係中年好聲音3位男歌手入過呢個榜嘅啫，咁第一位就係古卓文啦，咁第二位就張雨晨啦，第三位就黃鄭俊仁啦，咁即係佢哋3位即係都係曾經入過呢個榜嘅，咁其他我就睇唔到啦。如果我講漏咗大家可以補翻或者更正啦，係咪啊嗱？所以咧，總嘅嚟講，最緊要咧即係氹到高層嘅歡心，同埋自己有手段。頭先講個手段包括好多種嘅咁呢集咧就講到呢度先啦。多謝大家嘅收看、收聽、點讚、訂閱同埋留言。咁Thank you very much，拜拜。